銀仲有得炒咩？喺金價創新高嘅時候，好多人都笑話白銀係過氣金屬，但真相可能顛覆咗你嘅想像，因為依家白銀已經升到45蚊，係2011年之後最高，距離歷史極限50蚊仲差最後一步。我哋透過幾個信號可以睇得見白銀其實係被低估咗。首先，金銀比長期失衡，歷史平均大概係60到70，而依家成日都會見到90、100，即係話用同樣價值嘅黃金，我哋可以換到更加多嘅白銀。其次就係需求，大家以為白銀只係避險金屬，錯啊！今日超過一半以上嘅白銀需求用喺工業度，光伏發電、電動車、電子元件，全部通通離唔開佢。而供應端近年裏邊冇大幅增加，連續3年以上出現供不應求，需求擴張，供應受限，價格自然有壓力向上。咁點解咁多年裏邊白銀一直被忽視呢？原因係有3個。第一，白銀市場比黃金細好多，機構資金一入場就會震盪好大，所以基金咧通常都會偏好黃金。第二，白銀同時具備投資屬性加工業屬性，定價成日都會比黃金牽引，投資者自然就會當佢係小跟班。第三，媒體永遠都會聚焦金價新高，白銀就好似永遠響聚光燈外邊一樣，結果就係長期被低估。但係一旦保障，速度可能會快過黃金。所以當白銀企穩咗40蚊之後咧，市場已經睇緊45、48，甚至乎歷史高位50。1980年、2011年，白銀都試過衝頂。咁今次會唔會係第3次呢？嚟緊我邀請咗一位投資貴金屬接近20年嘅專家嚟深度分析白銀走勢。留言白銀，我會免費送俾你。